誒，喺香港文化博物館有蒙羅麗莎睇喎。咁去咯。哇！原來得77個 cm 高嘅蒙羅麗莎喺香港放大成5米咁高喎。仲好有香港 feel 添啊！誒，你睇佢開始變身啦！呢啲第二次創作越改越搞笑啊！我哋坐低聽下佢講故事先。文藝復興嗰陣，大家畫3/4側面，製造立體感。呢個互動裝置話，達文西用咗暈塗法。個放大器幫我哋睇到佢將嘴嘅輪廓模糊化，就令人覺得佢笑得好自然咯。我覺得佢望住我，仲對住我笑添。下次我哋會同大家分享第2個活動嘅。